来继续来看蒋万安，今仔日嘛用车队落扫街，在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的陪同下，为伊的本命区上山来出发。一路上有真侪民众热情甲回应，有的是伫路边甲野国旗，有的甲车窗摇落来甲下手比赞。这个扫街路线嘛经过安排，沿路是经过几啊位市议员候选人的竞选总部，要来争取献光。另外，阁有议员候选人对蒋万安的车队是对真调，希望选民会当笑花连盆。穿红色外套，骑伫战车，选战进入最后阶段。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开始车队扫街，甲民众拜票。第一站就对上山本命区开始。台北市每一个行政区都是我辛勤耕耘的重点区，主要也是在各个区，我们将所有党籍的议员集结起来，也是台北队的出发。那出发地点有专工设计，蒋万安头一摆的车扫行动嘛，专工邀请党主席朱立伦来徛台，路啊同款经过规划，会经过几啊位市议员候选人的竞选总部，除了争取献光的基论，嘛要营造团结的气势。结果伫头前，家仔囝对伫后壁，蒋万安伫头前拜票时，几啊位市议员候选人赛战车对伫后壁，形成啊滚几排长长的车队。不少民众真热情伫家路小天，有的甲车窗摇来比赞，有的热情下手翕相，气氛真热热。除了车扫并落阵，选战之暝嘛是关键重点。不过，含着白对手陈市长黄珊珊办伫凯道和市府广场相比，蒋万安办伫家人路用6天来布置，估计动员25000人，敢会影响交通动线？这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场地的原因，就是可以替代封路，以不影响我们相关交通的程度，降到最低为最高的考量。除了并落阵，阁有顾到民生交通，年底选战伫要到啊，蒋万安设定一步一步来战略，要让交通问题变作对手攻击的重点。